女娲补天，我见证；燧人取火，我所教；秦皇一统，我点拨；神话时代，我终结。区区孽龙，也敢造次！后人有难，血脉将断，这可不行。隐修深山100年，对后人亏欠良多。他既要来此，正好护他渡劫，也补我亏欠。那边再往那边回一下，往右边过来啊！好嘞，那个过来，这边灯往那边挪，轻点，到这儿放了，这边有。我宣布，《山海生活户外行》第5季正式开机！燧明星加一位素人，深山体验别样人生，欢迎收看。风景绝了，素人是帅哥还是美女啊？终于开播，等了整整1年。叶南雪，你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？素人给明星搬行李，那是你的福气。素人颜值好高，能给明星提拔，好幸运啊！我也是刚到。于坤男神太温柔了，谢谢。帅炸！坤哥，你帮他干什么呀？走吧。这是咱村100年老宅，祖上传说是张道陵为高人所建，风水宝地。我祖辈还曾在这儿求仙问道呢。求仙问道，真有其事啊！噱头而已。就是建国后不许成精，这要真是风水宝地的话，早开发了。这我也说不清。屋主在我出生前就失踪了，但村里老人说，当年东洋鬼子来犯，他曾现身1人杀尽整队敌人。1人杀1队，谁信啊？废墟。这，你是人是鬼啊？老夫叶天特来找我的曾孙女。您曾孙女？我想起来了，老辈说那位老祖出关后还杀退倭国1个军，本要赴战场，恰逢抗战胜利就失踪了。他的名字就叫叶天。什么？1人杀全军，这是玄幻剧乱入吗？抗战老兵少说100岁，可这老先生看着才60、70啊！村长，您说的是真的？他真的1人灭1军？千真万确，族谱上明白写着，那位老祖就叫叶天。同名，肯定是同名。抗战老兵怎么可能这么年轻？没错，说不定就是冒名顶替英烈博眼球，快把这伪老不尊的抓出去！不许动我曾爷爷！楠楠，你认爷爷了？曾爷爷，我一直记得您，10年救了我。救老祖宗，救我女儿！老祖宗，楠楠被王身受重伤，也说出手无策呀！求你开呀！求你开呀！求你开！快带进来。好啊，你的父母都是军人，为了救人牺牲，都是好样的。我叶氏一脉尽是忠魂，到你这儿凋零，爷爷对不住你们。今后爷爷护着你，为你寻得良人。爷爷，好孙女儿，别演苦情戏了，还录不录节目了？耽误节目进程，你赔得起吗？节目？爷爷，我参加《山海生活》是为了出道赚人气，帮家里还债。嗨，多大点事儿，人气而已，爷爷包了。我乃世间唯一长生者，为曾孙女攒人气，易如反掌。
老不死的，你吹什么牛皮呢？我看这节目得凉。导演，直播间人气因为这个老者出现破1000万了，还在涨。哎呀，这不可能！这节目进行到哪儿了？爷爷，我们要到河对岸，但需要自己就地取材造船。这有什么呀？走，爷爷带你一尾过江。怎么回事？这是？我的天，真飞起来了！是神仙吗？这操作绝了！不是看明星生活吗？怎么变玄幻了？导演啊，人气破1500万了！好，老人家就是福星啊！官宣新嘉宾火神仙叶天。老人家，您会轻功吧？快带我们过去啊！哎，对啊，只带夜难雪不公平啊！你们对我孙女的态度，我都看在眼里。不过这个小伙子还不错。多谢老前辈。哎，无妨。哎呦，不就是条河吗？导演，给我们船。规则上早说过，就地取材。那他凭什么能走捷径啊？人家爷爷有本事，你有本事也找去。可恶，造船就造船。行了，上船吧。等等，我行李怎么办？衣服、化妆品都在里面呢。柳大明星能过河都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的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和叶南雪一样狼狈。哎呀，行了，搬吧。他们怎么磨磨蹭蹭的？贪得无厌，还是要吃苦头了。喝点吧。谢谢。你这女娃好生无礼。爷爷，我没事。天冷11疫病，我帮你弄干。老爷子，没事呗，口干得好久。快来烤，总比冻着强。不行，火是我的打火机点的，不准他靠近。要不是坤哥救我们捞行李，你连打火机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不必麻烦了。我天，这是怎么做到的？老爷爷太牛了！这节目效果绝了，好看，我爱看。导演，人气冲破2000万了！好，继续拍摄。老爷子，您这是气功吗？哎呀，雕虫小技罢了，你们也别冻着了啊！哇，真干了，暖烘烘的。多谢老先生施以援手。喂，凭什么不帮我呀？你如何待我孙女，我便如何待你。好了，都是嘉宾，应该互帮互助。谢谢坤哥。叶南雪，老不死的，等着瞧。诸位，天快黑了，庇护所和食物你们自己解决。什么？哎，不是，导演，我们行李还在河里呢。就是抗议。张哥、许哥抗议太真实了，就爱看明星遇难体，剧情而燃了。大家先看看有没有能用的行李，先搭个简易庇护所。我箱子里面有帐篷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那我们先搭帐篷，再找吃的。等等，我的帐篷不给素人，还有这个老不死的住，和我住一个帐篷，他们也配和我住一个帐篷？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！你怎么能这样？就爱看明星勾心斗角。期待老爷爷又出新花活。帐篷是我的，我爱给谁住就给谁住。这恐怕不行吧？毕竟搭建庇护所是体力活，而且没有材料，我求求巧妇难为无米你可以之炊啊！不让我住进去，你让我爷爷住进去，他身体不好。不行，晚上太冷了，我守夜，让他们住。我也让，刚才老爷爷帮过我们。还有我，大男人不怕冷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你们都可以，就他们不行。好了，不住就不住，
导演，这河里的行李我能用吗？这河里的行李我能用吗？倒是能用，但河水湍急，行李早飘没影了。天黑找行李太危险了。老东西，就算你会飞，找不到行李有什么用啊？这有何难呐？哇！隔空取物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的天，建国号还有这本事？这老人家，这是？导演，我能用了吗？可以，随便用。我操！老先生太震撼了！真的吗？我先跟老爷有一句。震撼！导演，咱节目人气破2500万了！好，观众朋友们，我用人格担保，全程无剧本，都是老爷子真本事。继续拍摄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搭庇护所呀！好的，老先生。张天拿军工厂绳索搭棚，李旭打水捡柴，我找食材做饭。南雪、柳烟负责收火。包在我身上了。等等，我不许野南雪用我的火。柳大明星，你又搞什么呀？火是我打火机点的，就不让他用。就我有打火机，野南雪，你就等着饿肚子。不用就不用。哇，4个果！这怎么突然冒出来的？不可能！你怎么做到的？都说了，雕虫小技。好了，大家赶紧去干活。哎，走。走啊，走！你们等着！好。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好香！大家先喝碗汤，暖暖身子。来，喝点汤暖暖身子。走。哇！来，我帮你。再来点。嘿嘿。爷爷喝汤。谢谢楠楠。喏，喝点吧。滚开！柳烟，你干什么？就是，太过分了！你们都欺负我，我死也不碰他给我的东西。反正我有篝火有干粮，饿不着。我火灭了！你们快来帮我生火啊！我去帮忙，要不他又该闹了。你陪老先生，我们去帮他。楠楠，爷爷帮你弄干。谢谢爷爷。着火了！这么着火了！这糟了，行李还在里面呢！快救火呀！快！着火！先救火！别拍了！救火！我的天，这些太刺激了！快！全程高脑，眼睛都不敢眨。所有的水和汤都用完了，
那火还是灭不了啊！还刮风，火星如果飘到山上的话，就完了。哎，这有什么呀？这火怎么灭的呀？先别管这些，赶紧看帐篷。好。啊！这，继续拍摄。不行啊，这火势太大了，刚才帐篷已经被烧坏了。哎，这样，大家先吃东西，保存体力，再搭庇护所。坤哥，刚才救火，水都已经用完了，菜也洒了，汤也洒了。嚯！太好了，还有些食材。如果有水的话，我还能做一顿饭给大家应急。天黑了，去河里打水，去山上捡柴，太危险了。哎哈哈哈，多大点事儿！哇，这太神奇了吧！神奇！哇！怎么做到的？太厉害了！哇！楠楠，想住木屋吗？想，可爷爷，这哪来的木屋啊？你看，嘿，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哇！这怎么做到的？爷爷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哎，不过是凭空造物罢了，点石成金，老夫也会。哎呀，老祖宗，我给你跪了！这不管是能力还是魔术，我服了。老祖宗，我也跪了。后生们，起来吧。是魔术，一定是骗人的魔术。老爷爷，我扶您进屋休息吧。我来开门。那我去收拾屋子。我天，这是剧本吗？太不可思议了！管他是不是，好看就完了。不过柳大明星厚着脸皮进来了，他不是看不上素人和老爷爷吗？总不能让他逗外面，出意外节目就黄了。哎，我来吧。坤哥，你怎么总是围着他转呀？完了，我们两家有婚约吗？那是老一辈的约定，不作数。而且柳岩，你别再胡闹了。你们都欺负我，不行，不能被这个素人给比下去。爷爷，这是我珍藏的茶叶，幸好没烧坏，您尝尝。好。这也叫茶？你懂什么？这是正宗大红袍，几千块一斤呢。坤哥，别给老东西喝了，老家伙没见识。对不起，我爷爷他不是故意的。没事没事，坐。你这茶确实不怎么样。来泡泡这个。哇，这是老家伙能有什么好东西？坤哥，别喝坏了肚子。坤少可是京城王子，什么好茶没见过？怕是不好驳老爷子面子。这是印着黄文兴的同昌号茶饼。小伙子还算是有见识。天哪！爷爷，同昌号是什么呀？
民国顶级茶庄很早就绝迹了。这普洱茶饼，色泽沉郁，至少有100年的历史。如果要是真的，那就是传世文物，1两至少值100万。100万？不可能！一个破茶饼怎么会值几百万？爷爷，这茶真有100万身价？哎，100万不过过眼浮云。小子，快去泡壶好茶。是。哇！定是老家伙，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便宜货，喝坏了肚子算谁的？肯定很难喝。天哪，这茶也太好喝了吧！这茶香清甜，如梨幽谷。我混迹茶圈这么多年，从未喝过如此好茶呀！什么？张哥可是茶圈知名玩家，他都夸这茶绝了。看来100万茶饼是真的，6大明星脸被打肿了吧？导演，人气破3000万了！好！哎，凭空作目，回首100万茶饼，老人家到底还要给我们多少惊喜啊？小子，我这个茶比你那个怎么样啊？您说的对，我的茶跟这个比，确实不是人喝的。几千块的茶被嫌不是人喝的，这茶饼是谁了？小子，你还算诚实，这茶饼送你了。这可使不得，爷爷，这太贵重了。哎，你与我孙女有缘，以后好好待她便是。这……宽哥，我才不信有你们的好喝。天啊，真好喝！老人家，泡泡脚解乏。哎，好。爷爷，我来给你洗。老爷子，给我们讲讲故事吧。想听故事，那得有酒助兴啊！去后山，我买了好酒。老爷子，你还喝酒？哎呀，当年小皇帝送的贡酒。小皇帝，您说的是宣统？老爷子，您到底多大年纪了？吹牛皮，他怎么可能见过宣统？哎，老夫从不说谎。当年他还许我一座王府，结果自己退位了。越变越离谱，鬼才信呢！这吹的也太没边了。真见过宣统，国家早就惊动了。信不信由你。你们俩快去拿酒。老爷子，您说那酒该不会就是宣统送的啊？嘿，走！天哪，老爷子吹牛不打草稿。你们看，张明星和李明星真去了。你别吓我！天哥，真的有酒吗？我有点害怕。倒掉了。哇！哦，好。天哥，挖半天啥也没有啊！老爷子肯定是记错了。要我说也怪咱们，连这种鬼话都相信。走，回去交差。哎，你慢点！快起来！天哥，酒坛子是酒坛子。竟然是真的！老爷子，这就是您说的宣统贡酒啊！正是。来，每人1碗。好。坤哥，别倒，这不知道哪来的破酒，还宣统贡酒呢，肯定是假的。放了这么久还不干净，喝错酒可是会死人的。此乃100年佳酿，
这酿造工艺啊早已失传，喝了它只会强身健体，绝无害处。老东西，坤哥是京圈贵公子，喝出好歹，你们爷孙2条命都不够赔的。等等，你看那酒封上写的什么？大清宣统内务府，太牛了，还真是贡酒啊！但这酒坛就是博物馆级别的贡品，价值连城。什么？那这酒可不得值1000万了？不可能！老东西，一坛破酒怎么可能价值1000万？导演，人气破4000万了！真的？老爷子真是个宝啊！爷，您看能不能给我也来一碗？导演，怎么连你……哎，事不宜迟，赶紧开封啊！哎呀，香！这酒比我喝过所有酒都纯。不是所有的酒都越陈越香，只有53度的酱香型才适合久存，酒香与水分子结合紧密，越陈越醇香啊！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，老爷子太牛了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导演，人气破4500万了，太好了！给我镜头对准老爷子，一步都不许离开。因为白酒酿造出来之后，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储存，其香味才会变得醇和爽净，柔和顺口，味协调，余香长。这么说，这酒是顶级酱香。坤哥，哎呀，好酒，浓郁甘醇，这种滋味根本无法用言语形容。快，给我们也倒一碗。哎呀，这才叫酒啊！老祖宗，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茅台贡酒吧？放屁！这贡酒什么时候跟茅台沾过边儿啊？贡酒从来就没跟什么茅台沾过边儿啊！老爷子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茅台可是国酒啊，怎么可能不是老贡酒？那是10几年前的事儿了。当年万国博览会金奖根本不是茅台。切，吹什么？茅台贡酒是常识，骗谁呢？就是啊，老爷子，这关于国酒的事儿可不能开玩笑啊！老夫从不说谎。茅台是好酒，可那是建国后捧起来的，贡酒里根本没有它。咱们喝的这汾酒才是当年的金奖得主。越说越离谱。难不成你还去过万国博览会？不错，我亲眼见证。不可能，博览会距今可是有200年了。叶南雪，你爷爷难不成有200岁了呀？何止200年？看着好友一个个的离去才懂，修仙皆是浮云，亲情最珍贵。幸好不算太晚。爷爷就算糊涂，也算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要好好孝敬他。奇怪，为何想通瞬间修为暴涨100倍，远超从前？老东西，编得真像，为了捧素人，脸都不要了。爷爷，现在连我都无法相信您了。等等，我天哪！哎，汾酒集团发声明，老爷子说的全部都是真的，而且还要买这坛酒，并出价1个亿啊！1个亿！200多岁的老爷子，眼不花耳不聋，还见过皇帝，杀过鬼子，这简直是部活着的历史书啊！那我们这一口就喝了上千万啊！导演，人气破5000万了！快给我拿速效救心丸！啊，老神仙，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，第一天就爆了！别磨磨蹭蹭的了，赶快喝吧。这搁以前呀，你们连这酒气都闻不着。老爷子，这一坛酒可1个亿呢！ 1个亿怎么了啊？
这酒是用来喝的。瞧你们这点出息，这坛酒送你们了。送我们？这太贵重了。对啊，您不是还真去过万国博览会吗？给我们讲讲呗。没有什么，当年宣统那小子说那有好酒啊。对了，他身边有个叫杜新武的侍卫，我看资质还行，就随手指点了2下。杜新武，民国第一保镖，单枪匹马打败1000名外国大力士的那位。哎呀，老爷子，这民国第一大侠是你徒弟啊？这有什么？无尽的岁月里，有缘者我都会帮衬，有时也会亲眼见证王朝更替。还王朝更替？你怎么不说你和秦皇汉武都有关系呢？嘿，还真有关系。行了，越说越没影。这老东西要真这么有本事，还能窝在这儿拍节目，还能让他后人吃苦，谁信？我摔跤去了。什么事儿这么乐？爸，你快看，这节目太有意思了！我操，是老神仙！老神仙，爸，他就是你常念叨那个恩人。正是，当年我流落街头，全靠老神仙点拨2句，才成为龙国首富。我时刻谨记他的教诲，多做善事。北飞机，我要亲自去给老神仙磕头。是。等等，老神仙现身，国家怎会没动作？还上节目？难道是游戏人间？游戏人间？没错，这般超然存在，什么做不到？幸好没动打他主意的心思，否则万死难辞啊！你盯紧节目，老神仙有任何需求，立刻报我。哦，难怪柳岩一直怼他，老神仙毫不在意。这柳家也是惊世大族，要是知道得罪他，早慌了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只顾修炼，亏欠了家人。爷爷，您别这么说，爸妈生前总讲您的故事，说我们身为叶家子孙，以您为傲。好啊。好了，爷爷，夜深了，熬夜伤身体，我们扶您休息。好，走。走吧。老爷子真硬朗，晨练落不下，难怪精神好，这自律性绝了。老爷爷。哎呀，阿妹啊！哎，你小子瞅啥呢？张哥，我刚才看见老爷爷拍了一场，电闪雷鸣，天地色变。不是你啊，没发烧啊？做白日梦呢？这大晴天哪来的雷电啊？你们走啊！哎，爷爷走。哎，慢点，爷爷走。我和南雪去打水，熟悉一下周边环境。我和李旭去砍柴，顺便去找些食材。正好，我也回趟山里。哎，爷爷，你要走啊？放心，爷爷不丢下楠楠，爷爷就是想去趟长白山搬点东西来。长白山，你知不知道长白山离这儿有108000里？先不说你这老胳膊老腿的，就是普通人走一个来回也得几10年，这节目都得黄。区108000里，老夫一个念头便可以到达宇宙边荒。吹牛逼！定是爷爷老糊涂，记错地方了。爷爷，您告诉我位置，我带您去。不用，老夫认得路。哎，爷爷！南雪，没事儿，我们去跟着爷爷。你和空哥去打水做饭，走，走，走吧。坤哥，你等等我呀！哎，啊，老爷子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难道我真的是在做梦？行了，别傻站着，找老爷子去。你们找我干什么呀？我靠！老爷子，您快放下，我们来吧。对，
我们帮你搬。好。走啊，走。我去，这啥重量啊！啊，张哥，根本挪不动啊！来，俩人搬一个。来，好，3、2、1，走！我操，这都搬不动，老爷子单手拖呀！再来，肯定是节目效果啊！大家伙一块试试。哎，来了。哎呦，确实搬不动啊！老爷子，你这里面都装的什么呀？都是家里的东西，有的是我的，有的是朋友送的，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。老爷子我舍不得，就都给拿过来了。哦，爷爷，这是啥呀？您带一些吃的用的也就罢了，怎么还搬来一尊铜像啊？你说这个是当年在燕京杀洋鬼子抢的，好像是在园陵园弄的吧，叫龙首吧？哦，龙首啊，龙首！爸，快看，龙首现世了！真的是龙首！老神仙果然非同凡响。这么大的事儿，国家会有动作吧？放心，老神仙出山本就惊动各方。哼，这龙首一现，上面绝不会坐视不管。龙首啊！爷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南学姐，老爷爷说这是从园林园里弄出来的。园陵园？那这是龙首？这有什么呢？当年在大刀王五家做客，赶上洋人进京，这王五啊去前门支援，我就去皇城那边，见着洋人拿着这个东西，我就顺带把洋人宰了，把这东西抢回来了。您说的是那国外联军当时进京的时候，一人斩杀上千名洋鬼子的那名义士？那年太惨了，皇室权贵全逃了，就只剩下百姓遭殃。我杀了不少洋人，但我见惯了朝代更迭，只有阵痛过后才会有新生啊！若我当年用仙法杀光洋人，腐败朝廷依然会压榨百姓，这哪有现如今的好日子？假的，全是假的。这龙首是伪造的，连故事也是编的。哎，我也觉得假，编得太离谱了。可他之前拿过100万茶饼，1000万白酒啊！说不定是广告植入，绝对是节目效果，别信。哎，你们快看，燕京地宫博物馆发通知了，馆长要亲自过来。什么？听到没？专家要来了！老东西，看你这牛怎么圆！老爷子，不然您跟直播间道个歉吧，不然等专家一到，假的就彻底完了，会被封杀的。爷爷，现在认个错还来得及，不然永无翻身之日啊！导演，因为龙首的出现，节目人气突破7000万。7000万！我叶天行得端，坐得正，绝无半句虚言。龙首啊，大夏图腾，专家一来，这事真闹大了。馆长和专家快到了，假则天塌，真则爷爷是民族英雄。一人护国宝，爷爷就是我一辈子的偶像。老爷子，这专家还有3分钟就到了。楠楠，你也不信爷爷？爷爷说真的就是真的，楠楠永远信您。好孙女儿。导演，这要是假的，专家来了，咱们节目会不会被封杀呀？看，他们来了。这就是
那尊龙首。是啊。看这脸色，一定是假的。老家伙，你死定了！终于找到他了！怎么会？这不可能！这竟然是真的！马馆长带着3位专家都下跪了，这结果毫无疑问呢。导演啊，咱们的节目直播间人数突破8000万了！8000万！导演，快！速效救心丸，快拿！你可别成为第一个被幸福死的导演啊！运气，一定是运气。这国宝也是淘来的，我才不信，这个老东西打过鬼子，见过宣统，活了200岁，这不科学。不管结果如何，老先生赢回国宝，就是大夏的功臣。什么功臣啊？从3皇5帝到民国，给我的封号都够装一箱子了。倒是现在百姓过得踏实，我喜欢。龙首，你们拿走吧。我不信，你吹牛皮你！坤哥，马上都中午了，你还不赶紧做饭呀？老爷子还没吃早午饭呢。走，我不做饭去。走，南雪，你快赶紧把他拉走，要不然节目甭录了。南雪，来帮忙。我不走。马馆长，这位专家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留下吃顿便饭如何？好。这是什么？天哪！元天青狼瓷瓶啊！这什么？高约30厘米，腹径35厘米，釉质细腻如凝脂，缠枝花卉，牡丹纹饰层层递进，这主题纹饰更是宏大。其中，带冠长须武将，左手脚佩，右手持钢鞭，纵马疾驰，错不了。是元青花尉迟恭单骑救主图屏啊！那这有什么典故吗？全世界仅存9件元代青花人物故事词，这就是失踪100年的那一件，稀世珍品啊！当年9件之一的《鬼谷子下山图观》，在海外拍出了1570万英镑，折合2亿3000万人民币，创过大夏艺术品交易记录啊！另外8件不是馆藏，就是海外私人收藏，唯独这件下落成谜呀。那这么说，这又是一件国宝啊！仅次于龙首的国之瑰宝，竟在老先生这里。既然是国宝，那你们带走吧。您要捐赠？我留着也占地方，交给国家才更有意义。老先生，大意。导演，节目人气突破9000万了！导演，怎么又晕了？快来！那这个呢？嘉庆年乾隆款官窑粉彩12金钗图赏屏。嘉庆年乾隆官窑粉彩12金钗图赏屏，不错，瓶高36、7厘米，口径19公分，腹径25厘米。快拿个手电过来。你们看，撇口、细长颈、溜肩、鼓腹、腹下收、圈足，底心是青花篆纹，大清乾隆年制，6字3行寄托款。造型典雅，修胎细致，12金钗勾画细腻，着色淡雅，青孔描本金，下环如意云头纹，金彩灿烂，工艺精湛，绝不逊于乾隆官窑，上乘之作呀！绝世珍品啊！我的天，这又是一件国宝。那为啥嘉庆瓷瓶落的是乾隆的款啊？乾隆皇帝退位当太上皇，紧抓权柄，嘉庆官窑只能沿用其样式，直到他驾崩才改款。
老先生，我说的对吗？没错，这个弘历当年上门求我续命被拒，这就是他带的贡品之一。老爷又说胡话了。管他呢，只要那国宝是真的就行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原来是这样。现在什么情况？师祖！这，你妈！导演，贾氏曾经说过，拥有此瓶的就是师祖，乃是世间唯一的长生仙人，很可能就是这位贾氏陈茂国，您可还记得？陈茂国呀，啊，那就是我当年童子的后人。果然是他。马教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就是啊，老爷爷怎么就成了您的师祖了？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师祖身份惊动世界，直播中绝对不能多说，否则颠覆世界观。起来吧，你我平辈相称即可，老夫不重这些虚礼。不敢。我这箱子里啊，都是一些没用的摆设，交给你处理了，给我留些生活用品便可。宋代精致凤鸟花卉步摇，这花丝镶嵌工艺早已失传。张大千的《百凤荷花图》，孤本呐。近代画坛齐白石、徐悲鸿外，张大千独步天下。就这箱子也全是黄花梨的，世间绝品，价值连城啊！哎，那酒鬼呀，这当年穷的，天天拿这画来我的茶馆赊账。师祖，这要是说透，名人形象全塌了。怎么了？师祖，这些您都要捐赠啊？没错，只是老夫的孙女儿，日后还希望你们跟上面多照拂一二。您孙女？我叶家后人皆是忠良，皆为保家卫国、救人牺牲。就连我这孙女儿，幼时也遭歹人绑架，如今只剩她一人，老夫愧对他们。心疼老爷子。是啊，现在才发觉，没想到网红素人这么惨，父母双亡，但他没有放弃，还靠着自己的努力直播还债。什么？师祖后人竟如此窘迫，让上面知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爷爷，您能讲讲小雪的故事吗？对啊，老爷子，还有刚才您说的那句“叶家后人尽忠魂”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曾给叶氏立下祖训，不可为无耻之辈，当世代忠良。楠楠的父母都是军人，一个抗洪救灾殉职，一个为国捐躯，如今剩他孤苦一人。他们尽了孝，受了训，是我只顾修炼，亏欠了孩子呀。真是没想到啊，这叶南雪还是英雄后裔啊！爷爷您放心，在这个节目里，我一定全力照顾好他。师祖，还有我们，我立刻禀报上面，定会妥善安置。烈士后代怎会受如此待遇？这里面绝对有猫腻。好。爷爷，您这画还有这诗，哎，这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啊？是吗？我看看。北国风锅操！老爷子，您是见过他本人，还是这是您收藏的真迹？张哥，你说谁？咋像成这样？你傻呀！哎，这是你小学背的那首。这是他们亲送的。要说这位智谋千古，秦皇汉武，唐宗宋祖，哪怕是诸葛亮在世，也未必及他呀。那爷爷岂不是？导演，燕京来的电话。燕京！
了？哪怕是诸葛亮在世，也未江总必及他。全网吐槽节目是剧本，说老先生是演员，古董早回归。叶天先生的形象绝对不能被诋毁，如果做不到，就给我滚蛋！江总，陈总的紧急电话。喂，陈总。叶先生是贵宾，燕京那边亲自下令，公众号副总因为处理不力被解职，你全权负责微博舆情，多留心，强宣传，明白？是。这叶天到底是谁，将这么多人重视？爷爷，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他们呀，没什么，没什么呀。节目继续。哎，老板夸咱们干得好，老爷子必须留在节目组，不管他提什么要求，都答应。经费不够，公司补。这么说，老爷子说的全是真的。你就别管他说的真的假的，你就全力照顾好他。还有，除了老爷子自己说之外，不要提有关他身份的任何话题。张大明星他们肯定也接到电话了。明白。对了，节目人气突破1个亿了。1个亿啊！张哥，公司说不许再提老爷爷和那位的任何信息。我这边也一样，专门说要好好照顾老爷子，要像照顾祖宗一样。诸位，咱们节目的人气突破1个亿了！真的？好。哎，导演，那咱们节目破了1个亿，有没有什么奖励啊？放心，奖励呢，早都准备好了。太好了，人气越高，我也能获得不少关注，就能快点帮家里还债了。节目爆火是我，还有坤哥，还有各位大明星的功劳，跟你这个素人有半毛钱的关系啊！哎呀，我觉得吧，这节目爆火还是全靠老爷子的功劳啊！对，老爷子是最棒的。天哥、李旭，你们说什么呢？我也这么认为。爷爷的奇特手段和龙首占了90%功劳，毫不夸张。坤哥，你也帮他们吗？何止龙首，老爷子后面的宝贝能惊掉你们的下巴。这个好了，奖励呢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请看。这边哇塞，太丰盛了吧！太丰盛了。游戏规则：一共12个项圈，每人3次机会，套中啥食材，中午就做啥饭。我先来。哎，那下。哎，不是，导演，你这圈也太小了呀！这快中午了，剩下的人再套不中呢，就只能吃野菜、啃树根喽。明星遇难题，就爱看这桥段。赌100包辣条，他们中午啃树根。我中了1袋馒头哟！恭喜柳大明星喜提馒头。素人，看到了吗？每个人都有3次机会，可别说我没给你脸。中午吃什么全看本事，饿肚子呀，可别怨别人。
我头圈从来不行，但绝不能让爷爷饿肚子。哎，等等，楠楠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爷爷忘了，楠楠爱吃蹄膀。爷爷，网红素人居然爱吃蹄膀，反差感拉满。太可爱了吧，好真实的喜好。来，爷爷替你丢。不行，这老头会邪门手段，这不公平。想让素人吃饱，门都没有。无妨，我蒙眼便是。蒙眼也行。好啊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耍赖。老爷子，这7、8米蒙眼套小圈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无妨，导演就这么定。燕京特意吩咐，不能违逆老爷子。哎，好，不是吧？7、8米蒙眼套小圈根本不可能中。老小孩，这次怕是要饿肚子了。待会老爷子要是套不中，咱们就算拼着饿肚子，也得让老爷子吃饱。快拍！对，你看说的是啊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哎呦，还是排骨啊！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套错了？哎，不是，是排骨。爷爷，您太棒了！哎，老爷子，虽然您没套中蹄膀，这排骨也是好东西啊！不行，必须得是蹄膀。天哪，这也太宠孙女了！我也想要这样的爷爷。一定是运气，排骨没多少肉，根本吃不着，剩下2个绝对中不了。又中了，是鱼！爷爷真厉害。什么？又中了，是鸡腿！快拍！天哪，蒙眼3圈全中，6大明星都傻了。7、8米蒙眼全中，这怎么可能嘛？怎么中的还不是蹄膀？哼，后生们，你们手里的圈儿，愿不愿意给老夫啊？什么？坤哥，不行，这老头全靠运气。下午有耗体力的项目，饿肚子可就惨了。不许说我爷爷。哎，无妨，楠楠，后生，你可信我？我信爷爷。坤哥，老爷子，我也给你。好，我也给您。好。这怎么可能？楠楠，这最后一个你来抛。我？不可能，老家伙就算了，素人绝对不可能中。这都已经飞出食材范围了。我就知道素人是不可能中的。果然。谁说没中？快拍！天哪，连老天都帮着素人，这运气仙乎乎了。这怎么可能？楠楠，你看看，这有时候做事就是需要毅力和恒心，别总是轻言放弃，拿出勇气就有希望。爷爷，楠楠以后一定会坚持到底的。好，你爸妈走得早，苦了你了。有些事情没来得及教你，往后爷爷教你。
今天我们来啊，绝对收获很大，大气啊！这老爷子真是大气。开饭喽！爷爷，您还没开微信吧？网上有很多人想跟您互动，还有粉丝遇到难题想请教您。他一个老古董，能回答什么正经问题啊？说来听听。好，有个粉丝喜欢女生8年，高中到大学供她读研，自己上班，结果他毕业甩了她，嫁高富帅学长，后来才知分手前就劈腿了，现在孩子要满月，他想让女生知道错了。这女生也太过分了，8年青春为了狗，这题也太难了吧？老爷爷怕是没辙。他一个跟不上时代的老东西，哪懂什么情情爱爱？你就别为难他了。这有何难呢？给她老公包1万红包，送给那个女生。他若是缺钱呀，我来出，给他前女友老公包1万红包，每个月再送2000块钱给他，就说是给孩子买奶粉。这招真损呐，老爷子，真解气。就是，爷爷真坏，不过我喜欢。谁说老爷子跟不上时代？这回答绝了。就是啊，有点费钱。你怎么会？老爷爷还有这一面啊！太可爱了，粉了。这操作又爽又解气，不愧是老爷子。爷爷，您上热搜了啊！哎，对，爷爷您快看看。热搜，就是网上那个热搜。这个还真挺有意思啊！哎，爷爷，要不帮您注册个微博吧？行啊，可是我没有手机呀。导演，节目人数破1亿1000万，网友喊着和老爷子互动，快给老祖宗递手机！老爷子，我这儿您用手机。好。老爷子，我帮您注册微博。哎，我来办电话注册。南雪，你把爷爷信息给我提供一下。好。可恶，怎么都围着这个老不死的转？这年头啊，这老百姓的日子可真好。这搁以前呢，千里传音可是像我这样的仙人才能用的手段呢。就是。导演，你过来一下。继续啊，你们继续。怎么了？导演啊，鼎盛集团愿花10亿，买咱节目的冠名权。10亿！现在什么情况？现在深海总部正在洽谈，多个巨头愿加价冠名，条件就一个：多整活，让老爷子出镜，哄他开心，绝对不能不敬。好，我去，这是要发了呀！你告诉上面，我们呀会把老爷子给拱起来的。去！爷爷，尝尝我做的开水煮白菜。好。哎，不错啊，挺用心。那个过去给我做菜的王兰、陈胜、国荣、俊康，若是还在的话，肯定会收你为徒。吹什么牛呢？坤哥可是京圈贵公子，谁配收他为徒？天哪，他们是建国后4大名厨，都做过国宴，地位举足轻重啊！什么？谢爷爷夸奖。做菜是我唯一的爱好了。那你以后啊，就给我孙女多做。爷爷，您的粉丝突破1000万了。我看看。不可能，肯定是蹭我们的人气，要么就是假粉、黑粉。不对，爷爷的粉丝都是真心喜欢爷爷的，就喜欢叶爷爷这股清流，已经关注。
做他一辈子粉丝。祝叶爷爷一辈子健康快乐。哎，我也祝你们健康快乐。哈哈哈哈！天啊，我前2天被车撞断的脚好了。我也是，我爸脑梗全身瘫痪，在病房陪他看节目。叶爷爷刚说完，我爸病就好了，还能起床翻跟头呢。真好。不过这话说回来了，我当年认识个姓乔的，也跟我提过这智能电话，我还给了他笔创业资金呢。姓乔的。哎，老爷子，您说的这姓乔的这位，该不会就是那红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吧？正是。他当时跟我借钱，我就看这小子有想法，他还问我公司名字，我当时正在吃苹果，吃一口就放那儿了，也没多想，他就说知道了。不可能，你这老东西纯粹是在撒谎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可是世界顶尖科技公司的传奇人物，他的公司市值万亿，你也配和他扯上关系？天哪！红苹果发全球通告，承认爷爷是最大的原始股东，持股71%。哦，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一个穷酸老头，怎么可能是红苹果公司的最大股东啊？啊，等一下，红苹果公司把公告撤回了，刚发出去不到1分钟就删了。这该不会是手滑点错了吧？好，老爷子，刚刚红苹果公司总裁亲自来电，说公司上下永远欢迎您回去接管全部事务，还说他们一直谨记您当年的吩咐，绝不对外声张您股东的身份。但这次手底下的人操作失误才发的公告，已经严肃处理相关人员了。好啊，这个诸位啊，咱们午休就结束了啊。那么咱们下一个新挑战呢，就开始，全体屋外集合。啊，请。一定是发错了，绝对是。那个老不死的怎么可能有这么恐怖的身份？肯定是节目组搞的噱头。该死的叶南雪，看我接下来怎么让你在挑战中出丑。河水资源丰富，抽签领钓鱼工具，钓够食材啊，否则饿肚子啊。另外呢，马教授和专家们临时有事，晚会儿过来集合。开始抽签。我先来，不就是钓鱼吗？想当年啊，我在水库连钓3条10斤重的大鱼，人送钓鱼小王子。什么鱼能难倒我？3行。我去，这怎么钓啊？这鱼看了都得笑啊！我来。6行。哟，用玫瑰花钓鱼，让鱼儿赏花啊！这，哎呀，我来抽。帽子，帽子，帽子，这，我抽到了，是真鱼竿。看到没？10号。没事，楠楠，老夫试试。请。麦饼。一
一张破纸和一个饼。叶南雪，你个素人，今晚就等着挨饿吧。这叫画饼充饥。鱼和饼也照样钓鱼，看好了。哇！我操！还愣着干什么呀，后生们，赶快捡鱼啊！好的，爷爷，走。这怎么做到的？你管他呢，不饿肚子就行，快捡！这不可能，不科学。我可没说这是好鱼干。有大明星的老肥羊太有节目效果了。我怎么觉得真是叶爷爷让鱼飞上来的呀？管他是真是假，好看就完了。诸位，鱼有了，还缺素菜，接下来挑战去老乡家帮忙摘菜。走。老祖宗，咱们这湘西依山傍水，可道路不通，年轻人都进城了，就剩老人孩子，农忙时连收菜的人力都没有，真是感谢你们帮忙啊！这里山清水秀，完全可以开发成旅游景区呀！老家伙，你懂什么？把这个小破村子开发成旅游景区，要花多少钱啊？简直就是痴心妄想，什么都不懂，在这里胡说八道，丢人现眼！天哪！刚出的新闻，政府出资100亿，要把这里打造成国家级生态旅游景区。这也太巧了，好像是政府联合各大顶尖企业出资，不仅建设国家级生态景区，还修桥铺路，建村院和学校，带动全村致富啊！感谢老祖宗！疯了！这是政府的政策，跟这个老东西有什么关系？太好了，游子能回家团聚，孩子们有学上了。不过这也太巧了，老爷爷刚说完，政策就下达了。一定是巧合。管它是什么，总之我喜欢这样的结果。起来吧，你们世代供奉，我自当尽一份力。又开始吹牛逼。老祖宗，我是阿强。当年一顿饭吃8个馒头的傻强，当年是你赶跑了鬼子，救了我们全家。傻强，太爷爷，您怎么跑出来了？这是我太爷爷，100多岁了，患严重老年痴呆，从小就念叨老祖宗。你是当年那个小不点儿，没想到你这么老了还能认识我。老人家，你老年痴呆认错人了。臭丫头，谁是老年痴呆？太爷爷，您的病都好了？感谢老祖宗，是您救了我。我的天，这简直是医学奇迹啊！可这是怎么治好的呀？不可能，老年痴呆是绝症，他一个老头怎么可能治好？一定是巧合，是回光返照。太爷爷，您不会真是回光返照吧？你瞎说什么呢？老祖宗医术高超，我现在神清气爽，还不赶快给老祖宗磕头！感谢老祖宗救命之恩。叶爷爷到底是什么神仙？这巧合也太离谱了吧，根本不科学。难道叶爷爷言出法随？起来吧。天哪，我行医30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之事。老人疾病全消，身体机能堪比20岁年轻人啊！什么？还是老祖宗医术高超。不可能！你们谁看到他出手医治了？明明是你自己好转了，别什么都往他脸上贴。
我建议带老年人去大医院做个全面检查，确认身体状况。用驹子的车带老人回去。天色不早了，大家先回木屋休息。老祖宗，你还会过来看我吗？放心，我平时就在这木屋待着，想见我就来寻我。恭送老祖宗。爷爷，村里那位老人真的是您治好的？那个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咱们生火做饭、取暖用的木材全都不见了。什么？什么？这没木材怎么生火呀？哎呀，现在是冬天，要是没柴火取暖，咱们晚上肯定冻得睡不着。不行，我绝不生吃也不挨冻，你们必须给我想办法。这就是新挑战。屋外啊有木头，抽签儿领伐木工具劈柴，土炕需要足够柴火。天黑前，如果你们劈不够，就只能挨冻了。导演整活从没让人失望。这坏笑一看就没好事，坐等奇葩道具。抽就抽，死马当活马医。我就不信节目组真让咱们冻着。勺子，上勺子！勺子？这，我来。大蒜，大蒜一个。抗议！这根本没办法劈柴。没柴火了。筷子，筷子一双。斧头，这斧头。素人，看到没？晚上可别想我分你柴火。荷包蛋，荷包蛋一个。哎呀，荷包蛋也能当工具啊！我来。鸡蛋，鸡蛋，鸡蛋，荷包蛋配煮鸡蛋，今晚劈不了柴，你们啊就等着挨冻吧。楠楠，来，爷爷剥鸡蛋给你吃。爷爷，大不了我去野外捡柴火，绝不能让爷爷受冻。放心，爷爷自有办法。看我的！爷爷，山里或许有枯枝，我去捡些当柴火吧。哎，我陪你。楠楠，爷爷不说了吗？我自有办法。你就别吹牛了，几个破道具还能变成斧头啊？现在用你们手上拿的砍柴试试看吧。就用这玩意儿劈柴啊？没搞错吧？我这大蒜是用来调味，还是用来劈柴的？这筷子一折就断，怎么可能劈得动木头？笑不活了！哎，你们几个还真信这老头的鬼话呀？这样，我的斧头借你们用，不过呀，你们得帮我多劈点，而且不许分给这个素人，还有这个老东西用。今晚我要挨着坤哥睡。我信爷爷。
我去，真成了！喂了！哇！我也成了！这，我来！我的妈呀！我这大蒜比你斧头还厉害！我也试试。厉害啊！我来！我去，怎么连煎鸡蛋都能劈柴啊？太挂了吧！天哪，这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又是节目效果吗？喜剧感拉满，不管是不是套路，看得真爽。我的妈呀！有大明星每次拿最好的道具，却老被素人打脸，这爽文逆袭剧本我能看100遍。坤哥，柳大明星委屈的快哭了。我帮你吧，总不能让你拖节目后腿。谢谢坤哥。这小伙子不错。坤哥也太暖心了吧，圈粉了。太喜欢坤哥了，我来帮忙。你给我滚开！你昆虫，我最害怕这个了。烤鱼来喽！还要土豆炖茄子，大家快尝尝。不错啊，可惜这差了点好酒。张小子、李小子，我后山还埋了2瓶好酒，去挖来。老爷子，您还有好酒啊？爷爷，您之前那酒1000万一口，我们可不敢喝。放心，这次是洋酒，随便喝。洋酒，这老东西连国都没出过，能有什么好洋酒？嘿，我这可是300年的罗曼尼康帝。300年，罗曼尼康帝。哎，张哥，这不是上次咱们挖汾酒的地方吗？老爷子是不是记错了？管他呢，这到地方就挖。那挖。这边挖一点。我这都挖了半米深了，还没见影啊！老爷子会不会记错了呀？那咱们回去问问。走。哎，张哥，你慢点。张哥，我摸到酒瓶子了。我去，又来！这就是300年罗曼尼康帝，这怎么跟我在市面上见到的不太一样啊？我查遍资料，从来没见过这种瓶身。家父收藏过一瓶300年罗曼尼康帝，是当年老神仙赠与爷爷的传世宝贝。瓶身纹路和这个截然不同。切，我就知道是假的。一个乡下老头，还装有什么真品？怕不是几10块钱淘来的仿冒货吧？天哪，这和拿破仑当年收藏的是同款。拿破仑？你们看，这图片和这个瓶子一模一样，连瓶身上的纹路都没差。当年我云游四方，这偶然救了一艘遇险的商船，那位船长为表谢意，就送了我1箱这酒。啊！我的天啊，爷爷，难道真见过拿破仑？这可是300年的时间跨度，太不可思议了！那批300年罗曼尼康帝要是真的，岂不是价值连城？爷爷是什么神仙人物啊？越来越看不懂了，这剧情到底是真的还是节目组编的？真的好上头啊！我的天哪，老爷子，
您该不会真救过拿破仑吧？爷爷，您还去过国外？活了这么大岁数，这世界各地都被我踏足过，还认识不少外国友人呢。您还有外国友人？你们搬来这大木箱里啊，就有他们的书信。爷爷，我能看看吗？太好奇了。去吧。啊，真找到了！哎，快打开！老爷子，我们能打开看看吗？嗨，可以呀，正好啊，一有人。哇，亲爱的叶，你说我该把小说命名为《悲欢世界》，而非《人生百态》，我深以为然。这些贫民窟的痛苦值得被铭记。你批评我文章过于浪漫，缺乏真实感，我已写下短篇集合，聚焦底层苦难。悲欢世界，这我好像在哪儿听过呀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这个朋友他叫巴尔扎克·维克多·雨果。巴尔扎克·维克多·雨果。哦，我记起来了，巴黎圣母院格朗台的那位文学巨匠《悲欢世界》正是雨果的传世之作呀。那这些是？他给我看的这些，就是《悲欢世界》的原口书信。哇，我不信，这全都是假的。这瓶罗曼尼康迪是假的，这些破信也是假的。你们就是合起伙来欺骗观众。这个老头就是一个骗子。天哪！巴黎卢浮宫发公告证实，叶老爷子这些手稿都是真的。什么？哎呀，是真的！你们看，卢浮宫的官方公告。雨果先生部分手稿藏于卢浮宫，因内容颠覆未公开。其信件中提及曾与一位东方神秘人物长期通信，对方为《悲欢世界》创作提供关键帮助。我的天哪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雨果先生的手稿竟然在大厦上的！卢浮宫为什么隐瞒了这么多年？我们有权知道真相。立刻通知大厦，把国宝还给我们，那是浪漫国的文化遗产。这波跨国反转太有意思了，浪漫国网友破防了。重点是叶爷爷全程淡定，不愧是老爷子。好好奇爷爷还有多少秘密？咱们大厦有长寿基因，活得越久，秘密就越多。我不信，肯定不信。他们只说是一个东方神秘人物，又没说是这个老不死的，说不定是同名同姓呢。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外网现在已经彻底闹翻天了，全是讨论叶老爷子和这手稿的话题呀。哎，让他们闹去，咱们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开酒。老爷子，我来开，你歇着。这闻着也太香了，这光闻着就会醉了。导演，节目实时人气已经突破1亿3千万了，还涌进了好多外国观众，弹幕都快刷不过来了。知道了，老爷子，能分我一杯不？就一小杯。坤哥，你别听他们的，不一定这瓶罗曼尼康迪就是真的，说不定就是节目组搞的噱头。不管这酒是不是真的，就凭这香味儿，它就是瓶好酒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我来倒酒啊！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我曾经经常在幻想，如果有一天喝上像拉菲、罗曼尼康帝这样顶级的红酒，那一定要非常的隆重，在浪漫的宴会厅，有人拉着小提琴，弹着钢琴伴奏，还有人翩翩起舞，配着顶级牛排和鹅肝。
结果今天配着这土豆炖茄子，还有这烤鱼，结果喝上了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好酒啊！叶爷爷，还有大家，我可能要退出节目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坤哥要和我结婚。是家里的命令，不让我当明星了，要我回去继承家业。坤哥，于小子，你真正的梦想是什么？说出来，你们可能不信。我最想做的是厨师。从小家里管得严，把我当继承人培养。可我不喜欢商战的尔虞我诈，我只想靠料理给人带来快乐。看得出你是个好小子啊！有爷爷在，想做就做，没有人敢拦着你。哎呦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余家坐拥万亿，你敢和燕京余家作对吗？哼！叶爷爷，区区一个余家，不过是我收养的弃儿后代，若是惹我不快，弹指可破。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叶爷爷，我想清楚了，不管您说的是真是假，做人得有始有终。我先把节目完成。好，没看错你。坤哥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我懂你。哎呦哎呦，刚才真是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节目要停播了。导演，你怎么也这样？你们这群活祖宗啊，差点让我心跳停了。谢谢大家。爷爷，我扶您回去休息。哎，太暖心了，他们就像一家人。这节目我能追100集。爷爷霸气，坤哥有始有终，太圈粉了。坤哥，你等等我呀！哎呀，导演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啊？怎么了？导演，外面来了一群网红大 V， 把默默围得水泄不通。网红大 V？ 他们来干什么？啊，我知道了，叶老爷子，陆福宫刚刚发布了雨果给您的回信，现在他们那边强烈要求您归还悲欢世界的原稿。那些记者呀，估计就是为这事儿来的，而且他们还煽动说要您归还浪漫国国宝。这些网红大 V 竟然胳膊肘往外拐，太过分了！哎，吴芳，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出去看看便知。走。出来了，快围上去！是啊，对准脸拍一定要特写。叶老先生，请问您对卢浮宫博物馆要求归还维克多·雨果先生的手稿这件事情怎么看呢？叶老先生，您真的有150岁吗？是不是炒作？我想请问叶老先生，您真的愿意把所有资产都捐给慈善机构吗？对于这部分手稿，您不觉得您对他们的保管很不恰当吗？安静，各位。突然说不出话了。我操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难道这老爷子有特异功能？卢浮宫想要雨果的手稿，可以让他们拿当年掠夺大夏的国宝来换。当年掠夺大夏的国宝来换。叶老先生，您是想用雨果手稿和卢浮宫交换吗？您就不觉得这样对不起您的朋友雨果先生吗？我要换的是被那些侵略者拿走的大夏国宝。你问出这种问题，你觉得你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祖国吗？天啊，爷爷威武，怼得太接气了！想要手稿就要先归还国宝，有些人就是崇洋媚外。老爷子牛啊，平时看起来挺和气的，这堆起人来是这么霸气。这就是叶爷爷，懂理又护短。这才一个，网红大 V 的刁钻问题还在后头。
叶老爷子，您到底多大岁数？有说150，有说130。记不清了，我就记得我刚成仙的时候，刚经历龙汉大劫，也就是你们说的恐龙灭绝。灭绝啊！老爷子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恐龙时代根本没有人类。你亲眼见过绝地天通、灵气复苏神话时代，这些你们懂吗？别说这些虚的，您曝光了这么多资产，有没有考虑捐赠一部分做慈善？那我倒是想问问你，这位网红同志，你每个月赚多少钱？这位网红同志，你每个月赚多少钱？大概2万多。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工资拿出一部分做慈善？我干嘛要捐？工资得养家糊口，我还得生活。我已经够善良了。那你这么说来，你的钱是钱，你不想捐就不捐，凭什么让我捐？我的钱有多少是我的自由，与你何干？你要是保证捐出全部资产，我保证，你捐10块，我捐1万，你敢不敢？我操，叶爷爷太高了！不是啊，这逻辑绝了！网红捐1亿，叶爷爷捐1000亿，他根本不敢。老爷子说的对，太畅快人心了。叶爷爷就是我的偶像啊！哎，该死的，这老头怎么这么会说？叶爷爷说的对，不必在意他人的眼光，做好自己就好。爷爷加油，奶奶永远支持你。圣母本是褒义词，就因为有你这种人，才变成了贬义。叶老先生，您不觉得悲欢世界初稿的保存方式太随意了吗？这可是世界级瑰宝，不该好好收藏吗？你脑子有问题！你这些网红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，动不动就威胁曝光，最讨厌这种笔杆子杀人的。你脑子有问题！你怎么骂人？一点不尊重网红！我要曝光你！我们何曾受过这种屈辱？商界大亨、行业大佬都对我们客客气气的。我尊重的是报道真相的人，那些手稿在我的眼里只是和朋友的往来信件。你再废话，我现在就回去把那些手稿烧掉，再把你的照片发去微博，就说是因为你侮辱我和雨果的友情，我才回稿。我操，老爷子牛逼！对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，轮不到网红指手画脚。爷爷说的对，奶奶永远支持爷爷。你谁啊？一个直播素人，居然敢忤逆我们！哼！那如果再加上我呢？坤哥，坤哥回来！他们会抹黑你，让你掉粉，明星之路会断，而且于叔叔还会怪你故意破坏他形象的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！你们疯了吗？为了一个老头，这样值得吗？你们疯了吗？为了一个老头，这样值得吗？这是坚守本心，无关值得与否。你们，爷爷教会我做人的道理，我支持他。我们坚决维护叶爷爷。你们，还有我们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们都是明事理的好孩子啊！这，不愧是叶老先生。你是？我是来调解悲欢世界归还事宜的。汉字书法、孔子4大名著，都是我们棒子国的，只有我们才有调解资格。你祖上也是我们棒子国人，所以你的财产也该归我们所有。我若说谎，必遭天谴。天哪，真遭天谴了！快把他抬走！再不抬走，命都没了！快走啊！好！你们知不知道，这个老家伙捅了天大的娄子？
棒子国和浪漫国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一定会报复我们，害死我们的。天哪！大棒子国天降陨石，虽然没人伤亡，但全国电力彻底瘫痪，经济损失超10万亿。浪漫国股市全线崩盘，卢成功刚刚发布声明，放弃悲欢世界原稿所有权，归还大夏所有流失国宝，并公开向叶老爷子道歉。真的？真的？导演，你联系马馆长，让他来接收这批国宝。是，我这就去打电话啊！我的天啊！大棒子国天降陨石，浪漫国股市崩盘，老爷子说的话全应验了。巧合，这绝对是巧合，肯定是这些国家事先谈好的。这个老家伙肯定没有这么大的能量。前者是大自然伟力，后者关乎一国经济，大概率是巧合。不过很有可能国家早就和浪漫国在谈，而因为老爷子手上的悲欢世界原稿，才成了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哎，你们看，浪漫国卢成功发布公告了，归还大夏国宝的前提是希望我们归还悲欢世界的原稿。这功绩足以名留青史，叶爷爷太……要我归还原稿，让他们的大使亲自来谈。哎，老不死的，你什么身份啊？也配让一国大使专程来见你？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叶老爷子，叶老爷子，我乃浪漫国驻大夏国大使欧米斯，特来专程商议归还大夏国宝以及悲欢世界原稿的相关事宜。浪漫国大使真的来了？怎么可能？让他进来吧。一定是来问罪的，一定是。欧米斯代表浪漫国向叶老先生赔罪，我们之前多有冒犯，还望赎罪。天哪！一国大使竟然向叶爷爷下跪，这牌面绝了！叶爷爷到底是什么神仙人物？太威武霸气了！昌哥，这咋回事？他咋就直接下跪了？太神奇了！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我大受震撼。起来吧。知道错哪儿了吗？我们太过傲慢，不顾老爷子强人所难，强求悲欢世界原稿，有失大国风范。没错，昔日大夏孱弱，你们恃强凌弱，掠夺大夏国宝。如今大夏国力强盛，你们仍这般傲慢无礼，对吗？先生大意，多谢指点迷茫。不止你们浪漫国，我希望那些曾经欺辱过大夏的国家也能听懂这番话。老不死的，你少在这里装腔作势了。浪漫国是因为原稿在你这里，才不得不服软的，其他国家可不会这样。天哪！一国、严肃国、西国、苏国等数十个国家全部发布声明，愿意无偿归还华夏流失国宝，还感谢叶爷爷的一番话点醒了他们。哇，老天爷！世界诸国真的因为老爷子的一番话归还我们大夏的国宝。老爷子真是太厉害了，这简直功德无量，利在千秋啊！导演，节目实时人气突破3亿了，还在直线上升。好，快给老爷子对正脸特写，绝对不要错过任何一个镜头啊！这不可能，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其他国家早就想归还国宝了，只是借着老东西的话找个台阶下。不管是不是巧合，爷爷都是这次收回国宝的大功臣，都足以载入史册。对，爷爷名垂千古。你们简直就是不可理喻。只是岛国、棒子国、绅士国、漂亮国不愿归还大夏国宝，还说当年的所作所为没有错，拒绝承认历史。放心，他们很快会受到应有的惩罚。老头，你吹什么牛呢？这些都是世界强国，你以为你是谁，能奈何得了他们？天哪，
漂亮国数十处核基地同时爆炸，山石国遭遇史无前例的大海啸，棒子国爆发1000年最强大地震，岛国富士山万年最强爆发，国土直接毁灭1/3。哇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这老爷子说的又应验了，可太神了！爷爷，您这简直是言出法随啊！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巧合，这一定是巧合。不管是不是巧合，今天这一幕都足以载入史册。导演，节目人气又突破了6亿！哎呀，我这辈子遇到这种事儿，死也值了。导演，还有各大采访巨头疯抢山海节目直播权，价格已经炒到了100亿！100亿！对，山海总部说念及大家的杰出贡献，愿意拿出50%分账，所有人平分。太好了，我简直是在做梦啊！这么说，我就变成亿万富翁了？以前只是听闻，如今亲眼所见，叶老先生果然神通广大，浪漫国的选择没错。不过上面特别交代，100亿分账不包含柳岩柳大明星。为什么？这不公平！凭什么把我排在分账之外？说是上面明确交代，你跟我说也没有用啊！可恶！我这就去给上面打电话。爷爷，岛国、漂亮国、绅士国、棒子国全部都发声明了，愿意无偿归还华夏国宝，还为之前的言行公开致歉。他们还不算太蠢。爷爷，这些都是您做到的吗？太神奇了！慎言，不该问的千万不要问啊！这件事情都太玄乎了，知道的越多越危险，还是壮汉少打听为妙，免得惹祸上身。哎呀，行了，大家吃饭吧，你也留下一块吃吧。谢谢，浪漫国愿为大夏俯首称臣。哎，大家快尝尝我这次做的红烧肉，特意多炖了会儿。好香啊，光闻着就想流口水了。是啊，难得导演这么大方，给我们改善伙食。来，大家尝尝。师祖，感谢师祖追回国宝的大恩大德，只是还有一事相求。起来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师祖，归还的国宝中有一件对大夏意义非凡的珍品，但破损的极为严重，还请师祖出手相助。你的意思是让我修复国宝？爷爷，您还会修复国宝？我乃世间唯一仙人，点石成金，化腐朽为神奇，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别说是修复国宝，恢复如初也轻而易举啊！爷爷竟然自称仙人，可能是比喻吧，毕竟修复国宝的手段堪比仙人。但不管怎样，都好牛。诸位观众朋友们，重大消息！叶爷呀，要在我们山海生活户外行节目里直播修复国宝啊！你小子，你倒是会借势耍滑头啊！老爷子，英雄成人之美嘛，您不仅给大家圆了心愿，还能给节目涨更多人气，多好啊！也是，正好啊，给我们家囡囡涨些粉丝。爷爷，不可能！你们知道要修复的是什么吗？万里江山图。万里江山图。万里
江山图？你是说，是始皇一统江山后，以大秦版图所绘制的第一幅教育图？哦，我知道，始皇及其蚕丝、金丝、竹丝、玉丝等天下百丝打造而成。但是这种手艺，我的天，现在已经彻底失传了。爷爷要修复的竟是这幅图，这可是象征大夏最早。听见了吗，老家伙？这是万里江山图，对大夏举足轻重。若是你修复不好，毁了国宝，就是千古罪人。那你说，马馆长为什么还专程来找我？我……没错，修复此图的古法早已失传，现如今世间唯有一法可行，还请师祖出手相助。拿来吧，当年我与阿正亦是好友，这万里江山图啊，也是他托我绘制的。爷爷，您竟然真的是万里江山图的绘制者！快闭嘴，不该问的别问。哎，你们继续。多谢师祖，我就知道师祖大义定会应允，所以早将此图带来。就放这儿吧。这就是万里江山图。当然，节目人气破7亿，还在暴涨。快给老爷子怼高清正脸特写，怎么帅怎么拍啊，1秒都不要错过。我的直播间里突破了1000万粉丝，全冲爷爷来的。看，国宝在复原。这太神奇了，金光一闪就修好了。不知道，难怪叶爷爷说这是仙人手我操，修好了！可这怎么做的？真的好了？怎么可能？这老不死的！收起来吧。谢谢师祖。对了，按您之前的吩咐，我们把另外2件贵国古董也带来了，只是专家鉴定是仿品，不知您为何重视？那2件都是大夏的重宝，地位不输万里江山图啊。马馆长都说了，是仿品。老头，你确实有修复国宝的本事，但是这鉴定国宝的本事，难道你还能强过大夏的所有专家？哼！传国玺，传国玺，怎么可能？传国玺啊，竟真的是传国玺！我的天！不止这些，轩辕剑，方方正正，4角镶金，底部刻有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是真的传国玺。剑身一面刻日月星辰，一面刻山川草木；剑柄一面书农耕圈养之策，一面书四海一统之策。这真的是轩辕剑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传国玺暂且不论，可是这轩辕剑是我昔日佩剑，后来传给了皇帝，我自不会认错。 Oh my god！ 轩辕剑和传国玺竟然同一天现世，太震撼了！还有诸国归还国宝，今天绝对是载入史册的一天。我直接跪着看完直播，我妈以为我疯了。轩辕剑与传国玺同时现身，今天是值得永远被纪念的日子。是啊，我们竟然亲眼见证了这样的传奇。这是我修复国宝的心得，里面记载了不少失传的工艺，你拿去好好研读。若是遇见可塑之才，便将这些技艺传下去。多谢师祖恩赐，弟子定不负所托。
天啊，这全是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！叶爷爷这是在传承大夏文脉。叶爷爷为大夏留住根脉，太伟大了！哈哈哈哈！都愣着干什么呀？啊，你也别跪着了，过来一起吃饭。是，老爷子，我给你倒酒。好，爷爷，尝尝我做的菜，多炖了一会儿，软烂入味。好嘞，爷爷，我给您揉肩解乏。谢谢。好，都是些好孩子啊。叶老先生，感谢您的邀请。不过世人都说你神通广大，不知是否有你不擅长的事情？上至琴棋书画，下至舞刀弄枪，啊，就连你们年轻人现在玩的这个电脑啊，没我老头子一样不会的啊！爷爷，你还会玩电脑？怎么觉得老头子跟不上时代了？啊、虽说山中方7日，世上已1000年，但我从未与这个世界脱节呀。那可真好啊！哎，爷爷，有机会我们一起组个战队。好啊！对，带上爷爷挑战全世界，拿下世界第一。叶老先生，您说您琴棋书画都是第一，恰好我们西方联合研究的人工智能的围棋水平已能万人敌，从50手战胜贵国的棋手，不知您是否有兴趣下一番呢？你是说阿尔法狗？阿尔法狗是压在我国围棋界头上的一座大山。是啊，自它诞生以来，我国棋手无数次挑战，可都是铩羽而归啊。而且这阿尔法狗越战越勇，那简直无懈可击嘛！区区一个人工智能，又有何难呢？爷爷，您是说您能赢过人工智能，还是下围棋？不可能！老不死的，你知道吗？这 AI 每秒运算1万次，是西方耗资1万打造的，人类根本就赢不了。哼，不过是个人工智能罢了。倒是你小子挺阴险的啊！想给我出这个难题，让我难堪，找回之前的面子，给我个下马威。老爷子，您说笑了，我不敢。哼，是吗？那些归还的国宝本该入藏地宫博物馆，地宫身为2朝古都，本该海纳百川，万邦来朝。如今这馆内却没有拿得出手的什么外国产品，这可不太好。这样，我这有顶拿破仑的王冠，你要不要？哎呀，确实缺少有价值的外国战利品啊！哎，等等，师祖，您说什么？拿破仑的王冠？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们浪漫国遗失的郑国王冠，绝不可能在你的手上，更不可能出现在东方。是吗？那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是……我操！浪漫国镇国重宝真在叶爷爷手上。拿破仑王冠堪比我们的传国玺，这要是摆进地宫博物馆，牌面直接拉满。假的，这一定是仿品，不可能是真的。天啊！浪漫国卢浮宫发公报了，确认爷爷手上的是真品，命令欧米斯大使不惜一切代价带回浪漫国。什么？这有什么呀？我这还有威廉1世的权杖。独立宣言原件。天武天皇玉印。朱元璋赐李成桂的丹书铁券。我的天，全是多国开国重宝，绅士国、漂亮国、岛国、棒子国的根脉之物啊，全摆进地宫博物馆。他们国人来大夏，不就成了朝圣？太解气了！当年抢我们国宝，现在他们的开国重宝被我们展览，风水轮流转，外网都炸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吗？怎么样，这些宝物够入地宫博物馆了吧？太够了，太够了！多谢师祖恩赐，多谢师祖。不可，叶老先生，我以个人名义为之前的无礼向您赔罪。我代表浪漫国为国王的冒犯向您道歉，
求你了，把阿拉曼国的国宝还给我，让我带回国内吧。现在知道憋屈了，太晚了。没错，当年你们掠夺我们国宝时，没想过今天吧？亿万大夏人在你们博物馆看到了自家国宝，那种心酸，你们懂吗？没错，风水轮流转，现在啊，也该轮到你们尝尝这种滋味了。可是我已经把大夏的国宝还给你们了。不行，过去就是账，不能一笔勾销。叶老爷子，我们真的知错了，求求您发发慈悲。您不仅是大夏的传奇，更是我们人族之父，各国神话都有您的身影，您不能失去公允啊！他刚才说啥了？怎么突然消音了？啥都没听清啊！我也是，关键时刻卡壳，急死我了。爷爷，他刚才说人族之父，还有各国神话。没什么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，不用放在心上。这些话呀，你不用跟我说，老夫已经将宝物赠予大夏。你去找大夏的高层谈，他们提什么条件，是你们的事，与我无关。谢谢叶老爷子，谢谢叶老爷子。刚才欧米斯说的话，咱们就当没听见啊。你们快看，棒子国、岛国、绅士国、漂亮国联合发布公告了，说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都要赢回他们的国宝。真的？这下咱们的高层可要让他们大出血了。就是，绝对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们，太解气了。既如此，起来吧。多谢叶老爷子，那我这就先告辞了。我这就回去联系我国高层。等等，叶老爷子，你还有什么吩咐？你之前不是提过人工智能 AI 吗？刚刚只是给你个教训。不过你这一闹啊，倒是把我老头子的奇音给勾出来了，岂能让你说走就走啊？爷爷，您真的要和 AI 下棋？不可能，每秒运算1万次的 AI 根本就不是正常人能比的，就连这老头也赢不了。没错，我自认这世上已无敌手，可这每秒1万次运算的 AI， 或许能让我找点乐趣，就当吃饭时的消遣。吃饭？老爷子，您是说这？没错，我要和你们一起吃饭，一边和他对弈。什么？不可能，叶老先生，你太小觑我们西方万亿超级猪脑，它每秒运算超万亿，就算全世界的人加在一起都不及它，你下棋必输无疑。爷爷，这 AI 实力恐怖，您可千万不能大意啊！老头子，我说过，区 AI 不入眼。大家继续吃饭，连阿尔法狗，老夫要边吃饭边议。OK， 你别后悔。观众朋友们，叶爷爷与世界最强 AI 阿尔法狗的跨时代对决即将拉开帷幕啊！叶老先生，请。猜先定黑，黑棋先行。右下小目，17之4；左上拆2，10之4；左下小飞手脚，17之16；右下小目，左下小飞手脚，17之4；17之16；左上拆2。哎呦，太精彩了！这棋盘上的攻防堪比100万大军交锋啊！每步棋都像在天地碰撞，张力拉满了，旷古烁今的对决啊！快看，老爷子又出招了。右上段21之13。不好，老爷子要陷入劣势了。不对，是大龙！是大龙！原来爷爷是故意示弱诱敌，实则暗部伏兵，左右两义子
合拢成大龙，将阿尔法狗的旗津牢牢缠绕。这 AI 每秒算法数以万计，但还是被叶老爷子牵着鼻子走，自以为胜券在握，实则不知道已经陷入了多重牵头杀局。哼，这 AI 算100步，可是老爷子却预判1000步。这场对弈实在是太精妙了，黑白交锋，如兵戈相向，直到大龙成型，我们才看得清，叶爷的棋路算理远在阿尔法狗之上。等等，你们快看！止戈！止戈！没错，围棋之道不在争胜，在于止戈。唯有止戈，方能成就真正的天地大同。天地大同？爷爷在最后收官之际，还在为我们阐述大道之理，这才是真正的棋道精髓。这就是真正的神之一手啊！赢了，我们赢了！爷爷太神了！这场对弈足以载入史册，整个围棋界都疯了。叶老先生，我们输得心服口服，晚辈受教了。啊，爷爷，现在全球围棋界都联合发文，尊崇您为棋神。老夫也好久没有这么尽兴了。你这阿尔法狗尚可雕琢，好生培养，择日我再与他对弈。是，谨遵叶老先生教诲。老爷子，有顶尖节目组联系我们，想邀请您做跨界的联动。联动？是这样，9天综艺想和您连线做专访。这9天综艺可是全网顶流综艺，能上的都是一线大咖，他们竟然主动邀请叶爷爷。看来爷爷的名气，就连顶尖综艺都已经按捺不住了。看来我们是沾光了。终于了！刚刚我特意去打电话求助9天综艺的2位主持人，是京市陈家、赵家的贵公子，特地来给我出头。之前让我屡次出丑，这次定要你当众难堪。哼！好吧，那就连线吧。好，各就各位，搭建连线直播间。居然能近距离的接触9天综艺的直播，想想都激动啊！导演，直播间已经布置完毕，随时可以连线。好，开始连线。终于要开始了，老不死的，准备好被全网嘲讽吧。老祖宗，我们错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来帮我的吗？喂，逆女，你闯下弥天大祸，别再回来！我没你这个女儿。什么？爸，爷爷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楠楠，无妨，是他自己自食恶果罢了。爷爷，有人借用您的名义直播卖假酒，您看。什么？这是叶老爷子桃源村的珍藏酒，原价18888，现价只需18888，手慢无。这些奸商太卑劣了，竟敢蹭您流量骗钱！就是，必须严惩。这些蹭名骗财之辈，就该全网封杀100年。你说封号就封号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啊！天哪，网络部发布公告了，涉事直播间全员禁止上网100年。老爷子这果然言出法随，太解气了。好，尊敬的观众朋友们，为期3天的《山海生活户外行》第5季就到此结束啦。那么就感谢各位的收看，咱们第6季敬请期待。拜拜，网友们再见了。再见。爷爷，这就是我家。臭丫头，再交不起房租就给我滚蛋！
快带我们去拜见老祖宗！